機械人速遞第72個賽日，5月18日，沙田日馬最新飛數移動，截飛時間11:45，開跑時間12:45。上戰嘅飛數入圍成績，重飛提供6匹，入圍4匹；落飛提供13，入圍6；回飛提供11，入圍8。重飛非佔比嘅馬匹，第5場1號中環精英標籤小心，全飛拉動5.12；第6場3號火悟空拉動4.09；第7場6號長勝金剛拉動6.93，力度5；第8場2號笑喜喜標籤馬膽拉動5.76；第9場4號巴基之星標籤小心拉動5.67； 5號何好運標籤古惑拉動5.65；第10場11號鐵金剛標籤高基拉動2.96。落飛非佔比嘅馬匹，第1場2號志在福星全飛拉動0.88； 12號全程路通拉動1.49，力度4；第2場9號標之多多標籤高基拉動1.3；第3場2號贏得自然標籤實力拉動0.84； 6號天天灑落標籤小心拉動1.63，力度4； 7號嘉應駿馬拉動0.69； 10號機械騎士拉動0.42；第4場2號東方飛影標籤高基拉動0.59； 4號風火行雲拉動0.76；第5場5號龍奧凌羅拉動1.52，力度5；第6場1號標之極光拉動1.4，力度4； 4號金快飛飛拉動0.01； 8號彩虹七色拉動1.38，力度4；第8場12號考眼光標籤古惑拉動0.93，回飛非佔比嘅馬匹，第1場6號夢幻進區標籤小心全飛拉動-1.91；第2場2號火神神諾標籤小心拉動5.62；第3場1號富耀西徑拉動6.01；第4場10號三江飛輪拉動2.94；第5場3號英雄豪邁拉動6.91，力度4；第6場2號手到齊來拉動6.11； 10號勁者拉動1.25；第7場1號蒸蒸日上標籤高基拉動5.13；第9場3號營造組裝標籤直播拉動1.96；第10場7號99為尊標籤高基拉動7.15。冷馬系列突擊馬，第1場2號志在福星非佔比8.53，全飛拉動0.88；第7場2號魅力寶區佔比6.64，拉動-0.97；第9場9號進黃金佔比6.97，拉動0.34；第10場2號大浪淘田佔比8.73，拉動0.05； 9號時時精準佔比7.74，拉動0.52； 10號奮鬥心佔比7.32，拉動-1.13； 11號鐵金剛佔比7.12，拉動2.96。麻煩大家幫忙按訂閱啦，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咁有新片呢就會馬上通知你㗎喇，咁就係對我哋最大嘅支持啦，唔該晒。